想带上你私奔，奔向最遥远山江南，医生说你最近老是做那种梦。做啊，每晚都做。总是和同一个陌生男人，总是在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。我看不清他的脸，但我记住了。与其说记住，不如说忘不了。亲情的感情，你说不要就不要。不要。你并不知道吗？你就是太空虚、太焦虑了，所以你演不好。你得配合治疗，按时吃药。江南，江南，我何止有病，我的病还更重。我来找他。什么？你现在在哪儿？他在的地方，风也会有形状。陆哥，怎么了？女的，可哪个正经女人会一个人来这里啊？这个人好像想不开呀。陆哥，他不让我们骗他是阿 Sir，先带美女回去啊！走，过去看看。去。江南，你别吓我。骗你的，我不是和你说了，我接了部戏，女主是荒漠中绽放的一朵铿锵玫瑰。我是体验派，如果不亲眼所见，亲身所感，我就演不好戏，我就愧对角色。你想体验什么？迷人的危险。体验派，江南，我告诉你，我不管你是苹果派还是香蕉派，你马上给我回来！陈烨，我演不下去了，我早就不喜欢你了。你把我助理的肚子搞大，我不欠你什么，我们分手吧。你想清楚，我在内娱是什么样的存在？我可以让你身败名裂。江南，蹲那儿干嘛呢？好了没有？所有人都等着你呢，还能不能拍？我爱你3个字这么难讲吗？什么影后，浪得虚名，感情戏一塌糊涂。江南，无论戏里戏外，在爱情里，你就是个起名摇尾的失败者。你谁啊？你们要干什么？陆北，危机在哪儿？你跟他什么关系？什么危机？我不认识，你搞错了吧？骄阳，好了吗？报告队长，车上只有个行李箱，还有个背包，没有其他可疑物品。小姐您好，我们例行检查，请你打开一下你的行李箱。不行，我怎么知道你的证件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凭什么配合你？开。蕾丝内裤。继续。陆哥，
没有。还是说所有人都得要认识你才行？我是啊，肖楠怎么可能会像你这个样子？我怎么了？素质堪忧。那如果我是呢？如果你是，那我就当众你到底吃屎。证件。江美丽。江美丽，所以江南是你的艺名喽？对啊，怎么了？陆哥，你听到没？他现在还在这厚颜无耻说自己是江南。小杨，来旅游的？算是吧。我年底有一部电影，我提前过来做点功课，领略风土人情。一个人？对啊。单身？是啊。这颗痣，你呢？单身吗？你呢？单身吗？江美丽，我们所有人都知道，国民女神江南和顶流偶像岑烨两个人一起恋爱长跑已经很多年了。你说你这我分手了不行吗？谁规定了时间长了就得结婚啊？恋爱是为了筛选，不合适多长时间都不可以结婚。你这为什么摔的？分手，吵架了，我不想听到他的声音，就摔了。拿着证据，备用机拿出来。没有。没有备用机，看到没？这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你没有手机，你怎么联系外界？你没有手机，不高兴，可以吗？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什么问题？明知故问。江小姐，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，等到信息核实，排除你的嫌疑之后，会安排你离开。要是我不答应呢？走。好了。你有病啊！我是有病啊。有病就治，别像今天那样。他抓我，原来是为了保护我吗？那要不……
你是脑子有病，打针也没用。那你试试，有意思吗？有意思。我对你没意思。走了。还有多远啊？快了。你让我骑马不行啊？不行，我的马怕生。那其他人呢？当地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不准随意接触外地女人。那你呢？这算什么？我是外地人。那你跟我一起不就行了？我不想，除非你求我。礼貌吗？你礼貌吗？我死都不会求。好啊，那继续走。哎！陆哥，这位是可疑人物，中暑了，处理一下。拿冰袋来。是。这么漂亮，但她长得特别像一个女演员，叫江南。嘿，这不巧了吗？他今天啊也是这么骗我们的，幸亏我们是慧眼识珠，一下就戳破他的谎言。哎。他身份证名字上写的明明叫江美丽，非死鸭子嘴硬说江南是他的艺名。小杨，啊，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说的就是真的呢？完了，陆哥，我得吃屎了。到底吃屎？陆哥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把他安置一下，没我的允许，哪儿都不准去。是。陆哥，来问了，有人报案失踪，问的就是江南，估计他经纪人在找。没事儿，骗得了一时，骗不了一世。陆哥，你去哪儿啊？还能去哪儿？放人！你变态啊你！抱歉，是我们抓错人了，你可以走了。身份证给你。站着！打发谁呢？你说关我就关我，你说赶我就赶我，我是狗吗？江小姐，我知道你不高兴，但是我呢，也只是在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希望你理解一下。把一个一丝不挂的女人逼到墙边，这也是你的本职工作。麻烦你收起你这种莫名其妙的自信。在我这里，无论男女，不管是谁，都只有普通人和嫌疑人的区别。如果你再这样不依不饶，我完全有理由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再把你关起来，懂吗？你是呆瓜吗？你是呆瓜吗？什么？你觉得我为什么不依不饶？起开，换衣服。那我先出去。不要，把头溜进去。怎么，害羞了？不是你说的吗？在你眼里没有男女分别。好，说吧，你想说什么？陆北，我没记错吧？对，你平常都忙什么？
办案、训练、吃饭、睡觉，怎么了？带我一个，成吗？带你一个？你有病吧？我跟你说正经的，我呢年底有一部电影，改编自几年前的蓝眼泪连环悬案。一夜之间，好多无辜的人离奇陨亡，将碧湖染成一片猩红。而我这次要饰演的，就是一个在这里土生土长的女刑警，要在荒漠绝境中寻求真相。但我对这片土地知之甚少，没有办法做到感同身受。所以你想留在这儿？嗯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儿不养闲人。你不答应，我就在这儿不走了。你不走就不走呗，250一晚，随便你住。这破地方要250一晚，讹我呀？在这儿，我说了算。这个价格给你很合适。你骂谁呢你？再见。你给我记着。陆哥，差不多行了。抬高点。我的心呀，我的心也震动出了。陆哥，好香啊！出息。陆北，我车呢？已经上缴处理了，你那是嫌疑车辆，租车公司那边我已经联络调查了，不会找你麻烦。那你让我怎么回去啊？250一宿不住了。干嘛？留我？收拾东西，我送你。好，送我去蓝眼泪吧，正好你做我的司机兼导游。你车在哪儿？你要是不送我呢，那就自己去了。你自己去。你想怎么去啊？你又不跟我去，你管我怎么去？对了，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吧。要是我在外面出了什么意外，正好替我收拾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把我等，陆哥，哎！喂，对，说是年底要拍部电影，来这儿体验生活什么的。我估计啊，他待不了几天就得跑。是这样，江南他有重度抑郁症躯体化倾向，多次自杀未遂。什么？剪得真好。那可不，我就靠卖剪纸供我弟弟上大学呢。那你呢？我不喜欢读书。姐姐，喜欢就带走吧，5元一幅。一手好字，怎么可能不喜欢读书呢？你能教我剪纸吗？我给你学费100块，好不好？100块？行。先把纸对折，然后阳刻要留住线条，阴刻要剪掉多余的部分。陆哥，你看这条巷贴了多少个寻人启事？你说江南这人啊，不知道是没脑子还是心真大，就他这样还想去蓝眼泪，我估计啊，他能搭顺风车到镇子上，就已经算是运气好了。他还挺有耐心的。陆哥，我觉得你比他更有耐心。人在这学剪纸学了3个小时，你搁这看了3个小时，
他经纪人求我的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有笔吗？松阳，姐姐，这好不容易剪好的，不带回去留个纪念吗？这一定能卖个好价钱。啊？咱拍个照吧。我手机坏了，你借我一下手机呗。车影兴隆。陆哥，这人不对劲儿啊！对方肯定不止一个人，你想办法叫后援，我先跟上去，同步你位置。小店员，小店员，你钱包，哎，那黑衣服的那个，你钱包。人呢？陆北是你什么人？陆北，我不熟，你还装？我真不熟，爱信不信。你和他不熟？你和他不熟？那他为什么一路跟着你？他怎么了？我和一个臭屁的阿 Sir 能有什么关系？阿 Sir， 哎，陆北，你为了泡妞，居然还学会撒谎了？什么？骗我？陆北，他跟我说和你不熟，那我拜托你告诉我他是谁，好不好？好，既然你们不熟，那就下辈子再见吧。下辈子再见。陆伟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你的枪法怎么退步了？别管。这位小姐，我不管你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，现在我告诉你，你的生命已经开始进入倒计时了。住手！住手！不行！陆北，
我就知道是你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抱我，陆培。你能抱抱我吗？我想你抱我。陆培，我中弹了。江南，江南，江南，我又犯病了吗？我还活着吗？这是在哪儿？江南，你醒了？陆北，陆北呢？来，你是？我叫夏颖，是这里的驻地医生。你中弹了，还记得吗？你被人跟踪挟持，是陆哥救了你。你已经昏迷3天3夜了，所幸并无大碍。你对什么过敏吗？最近有没有服药？哦，没有什么过敏的，不过有服药。什么药？伏羲汀。那不是治疗抑郁症的吗？陆北他人在哪儿啊？为什么会有人想治他？曾经的陆北，在18岁那年被最顶尖的军校录取，是众人眼里的天之骄子。那年夏天，他的叔叔陆康让他来这里勤工俭学，谁知却发生了意外。我们这里有个叫维吉的酒贩，每天要和孩子们往返边境帮他送货，但实际上都是掺了东西的假酒。孩子们心知肚明，甜水管这些酒叫做甜水。给我，给我，我的，妈妈，我不想再送甜水了。可是不送，咱们怎么活呀？年少轻狂的陆北无意中发现了这件事，义愤填膺之下举报了维吉。然而，这却是噩梦的开始。维吉与人勾结，他得知消息后，当晚就把工地给围了起来。两条路，要么我带队强攻，你潜伏狙击维吉，伤他要害，让他无法动弹；要么你单刀赴会贴脸之敌，我们从后方包围突袭。但无论哪个，只要你失手，我们全都得死。只要你失手，我们全都得死。陆北选了哪个？时至今日，他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人，大家只知道陆康叔叔和当时参与此事的工人都不幸殒命。从那之后，陆北留了下来，
撕掉了录取通知书，接手了陆康叔叔在这里的工程，把每年的利润都分给了死者的家属，还协助当地在广袤戈壁与沙海间持续追踪。这些年，除了维吉，所有犯罪嫌疑人都已经进了监狱，我们重归安宁。可是陆北再也没有笑过。别哭了。你在干什么？是在……神经病！不用做这些多余的事情，保护你是我的职责，我没有生气。哎，什么叫多余？别把自己往泥里踩。夏英已经告诉我了，你是英雄，我关心一下英雄怎么了？还有，英雄也是人，有血有肉，会累会痛的。自己刚失恋，昨天又差点小命呜呼，还有心思关心别人。你不是别人啊，你是英雄，我的英雄。英雄。江小姐，夸我没用的，赶紧走吧。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，那我不是很没面子吗？这个地方，沙尘暴说来就来，风沙卷着碎石子儿，能把铁皮砸个窟窿。运气不好的时候，还得跟狼崽子抢水源。之前新来了一个大学生，在荒漠里面上露天厕所的时候，被野狗追着跑了半里地。这个地方没你想象的那么好，赶紧哪儿来的回哪儿去。那咋了？我是江南，我还路北呢。收拾东西，我送你。哦，对了，你跟歹徒近距离接触过，你把你看到的、听到的事无巨细全都说出来。那孙子脚底抹油溜得快，这回让他跑了，下次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你都要赶我走了，还骗我说你是阿 Sir， 凭什么会这么？我这叫设身处地的为你考虑。你笑什么呀？你好像我爸。你喊声爸来听听。我要表达的是，我爸都拗不过我，你免谈。不过，歹徒的事情你尽管开口。那个人耳后有一个骷髅纹身，我看到他的脸了。骷髅纹身？你看到他的脸了？说吧，那个耳朵背后有骷髅纹身的男人长什么样？身高1.8米左右，视觉年龄35岁，精瘦，眉毛浓密，眼窝深邃。他脸上有2道5厘米左右的刀疤，西北口音，说话挺拽的。他有跟你说什么吗？他问我跟陆北什么关系？陆北跟着我是为什么？还有呢？他还说你的剑法比以前退步了。围棋？陆北是吧？你别想死的那么痛快，你就在这儿
看着自己的血慢慢流尽吧。还有什么？小杨冲进来之前，他恐吓我，说什么不管我和你什么关系，我的人生进入倒计时了。别的没什么了，就这些。我的天哪，江小姐，你能活到现在，那简直就是福大命大。怎么了？这不就是一个坏蛋虚张声势时说的台词吗？他可不是一般的坏蛋，他是一个言出必行的坏蛋。行吧，你哪儿都去不了，给你家人打电话吧。为什么呀？我留在这儿不是更危险吗？维奇为了躲避通缉，特地花大价钱整了容，除了在那之后还和他交锋过的陆哥，没人认得他的脸。现在呢，你也看到他的长相了。无论你逃到天涯海角，他一定会想办法干掉你，就像今天一样，他想利用你来解决掉陆哥。陆北，他说的是真的？是真的，除非抓到维奇，把他的组织一网打尽，否则永无宁日。江小姐，我知道这件事情很难接受，但是从现在开始，如果你想活命，就必须老老实实的待在我的眼皮子底下，哪儿都不能去。害怕了，还是想家了？那你想多了。我江南天不怕地不怕，无牵无挂。翠英，男怎么爱抽烟？江小姐，别说的自己好像烟酒不沾一样。哎，我还真烟酒不沾。你烟酒不沾？嗯，谁信呢？来个。怎么，想要我的第一次啊？那算了，我对你没兴趣。我还对你没兴趣。给我点火。自己点。江小姐，你还真没骗我，真不会抽烟啊？不会最好，别学了，对身体不好。不是，你怎么哭了？你看，那是你的星座。你知道我什么星座？我知道，那真是你的星座，快看。在哪儿呢？就在那儿。你过来，看着啊。1、2、3、4、5。W。什么星座啊？仙女座。你就这么哄女孩子的？
我知道了。行。陆哥，原来陆哥这大半个月是去招募新的工人。哎，你看那个男生，是不是还挺帅的？花痴。走。和你结婚？和你结婚？没错，根据现任消息，维基的直系下属八股已经混进了最新一批的临时工人里。眼下最好坐实他对咱们2个人之间关系的猜想，这样对你的安全来说更有利。这人怎么能面不改色地说出这么可怕的事情？我明白了，如果对方发现我对你来说可有可无，那我就失去了诱饵的意义，他们就会毫无顾忌的置我于死地。还算聪明，不过这也只是缓兵之计，毕竟你和我之间绑定的越深，走得越近，也就越危险。但我们现在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争取更多时间，做其他准备。可是什么可是？这关系到你我的性命以及正义能否伸张。你不愿意也没关系。可是你女朋友怎么办？女朋友？对啊，你走前天晚上不还给人家打电话呢吗？哎呦，妈，算我求你了，别再给我安排相亲了，行吗？算了，让这种没有边界感的人误会，配合起来还能划清界限，省点事就好。咱们俩结婚，只是完成工作，为了任务，不掺杂任何私人感情。我女朋友很明事理，不会介意的，你放心。任务结束之后，马上离婚。好啊，我答应你。妈，帮儿子一次。2位新人，来，靠近点，来笑，好，靠近点啊，来笑，看镜头。新婚快乐！新婚快乐！哎，江南，我跟你说，我的这帮兄弟，陆哥，改口了，叫老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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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婆，大声点，听不见。老婆，听不见，老婆，听不见，差不多得了啊。是，别欺负我老公啊。
累死了。要不你先去洗澡，你洗完我再洗，我再睡会儿。洗什么澡啊？直接睡觉吧。那怎么行？一身烟味酒味，赶紧去洗。那要不我给你洗？你又犯病是吧？我呢，之前有部戏的男主是一个行动无法自理的残疾人，我饰演他的妻子，每天端屎端尿，擦药换衣服，护理师我都犯懒了，所以呢，帮你洗个澡，该没问题。江小姐，咱们俩是在完成任务，不是在演3级片。3级片，你行吗你？ 3八线，就是我错了，自找死。不行。 不好意思，我想象力比较丰富。觉得我的病好像更严重了。小南，你和岑烨的关系呢？很早之前就名存实亡了。即便之前你和他还在关系里，但你早就从那段感情里抽离了。简而言之，你心理上已经单身很久了。单身越久，欲望越强，
医生，我最近认识了个男的，自从认识他，梦里跟我睡的那个人就有了脸。欲望的载体被记上，未尝不是件好事，说明那个男人能让你产生反应。什么意思啊？戒色最有效的方法，就是找一个合适的伴侣，因为想对某种东西祛魅，就是直接拥有。江南，来了。后厨缺个掌勺的，你明天就去。说是做饭，眼睛给我放亮堂点。那些新人打哪儿来，吃饭时往哪儿瞟，都记仔细了。有什么风吹草动，立刻来报。我站在树下发呆，粉红色的云彩，头轻轻的一抬，微微的笑像小孩。饿了吗？站在你马上好了，孩子们吃饭吧。轻轻地把门敲开，害羞地低下脑袋。回来了，快来，饭都好了，尝尝我手艺。陆哥，你这上辈子拯救过银河系吧？居然能娶到这么好的媳妇儿！就你嘴贱，来，给你盛饭。我也想娶个媳妇儿。恭喜年度最佳女主角获得者江南，她以细腻演技赋予角色灵魂，情感穿透荧幕。这就是现在的世道。有的人呢，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拼了命的去打工干活，人家也就赚得仨瓜俩枣。看看有的人呢，穿的跟个花蝴蝶似的呀，就在那走走路摆摆姿势，哭哭闹闹的，就几百万几千万的给赚了。这叫个什么事儿啊？这叫不公，这叫笑话。我给你盛饭。有的人啊，干得累死累活的，也给孩子换不来前程。你看看戏子那奖杯，是能换大房子的。小鱼说的对，他们懂什么苦，就知道站在镜头前装模作样。要我说呀，这些明星赚的钱就应该分给真正干实事的人。不是，你们姑娘，我觉得你说的对，也不对。我们这行呢，的确有人只靠皮囊和炒作就日进斗金，确实是德不配位。他们配不上观众的喜爱，也配不上那笔收入。但你不能因此否定所有演员的努力。对啊，我在报道里面看过，江南为了演好一个被家暴的人，在零下10几度的冰水里面泡了3个小时，反复 NG 了20次。后来因为肺炎发烧住院，他为了演好一个精神病患，就在医院里和病人朝夕相处，不就是为了模仿他们的精神状态和言行举止吗？你泡冰水去精神病院，还不是为了赚钱吗？我见过明星拍戏，那身边都跟好几个助理，连喝的矿泉水都是进口的。你泡冰水，你是作秀呢吗？陆哥当时为了追踪维吉，掉进了水里，零下5度，照样爬起来。要么生，要么死，哪有那么多时间给你们NG啊？有个题外话，想和大家分享一下。你们还记得之前那个离家出走，在戈壁滩上被咱们抓回来的小女孩吗？啊，知道啊，怎么了？又跑了。跑了？不是，陆哥，他怎么回事？怎么又跑了？上学去了。啊。他说谢谢你，谢谢你给他留下的坚持，给了他新的生活，新的希望。陆哥，照你这么说，嫂子签名的剪纸真这么值钱？我也没想到。看人家呀，就是随便在镜头前笑一笑，
随便签个名都比别人强。行了，小雨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，为了信仰所付出的一切，没必要说出来，矫情。行了，饭都快凉了，快吃吧。你别光自己吃，嫂子做的，给嫂子加点。嫂子，啊，谢谢。没事。快尝尝。没人管我呀，是吧？我管。嫂子管，嫂子管，嫂子管，嫂子管。尝尝。我去，这太好吃了吧！陆哥，你可太有福了，嫂子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真能干。还是你们陆哥能干。来，多吃点，补充体力。江南，兄弟们都在呢，好好说话。怎么了？你不能干吗？吃饭。啊，是。怎么了？啊！陆哥，你怎么了？陆哥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我可以进去吗？陆北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这都几天了，还在这睡。这是眼泪。陆北，我好像又会哭了。陆北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好久不会哭了。我这2年演戏都是靠着眼药水的，我居然会哭了。陆北，我到底该怪你，还是该谢你？说吧。那天我发现碗里有毒，所以把饭含在嘴里，没咽下去。我这么做，就是为了让他们觉得我命不久矣，没办法保护你。这样八股一定会想尽办法除掉你，从而露出马脚。江南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可是，我明明看到你被送去洗胃了呀。毒药在我嘴里，
那接下来怎么办？我找了个替身。我先跟你回去，从长计议。这是刚登记的配枪，拿着。有子弹吗？没有。会用吗？我教你。八股 ，S 级通缉犯，为人好色，最擅长先奸后杀。面对这种人渣，我们必须学会自保。瞄准。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试一下。那真是一点都不了解我。我建议你去看一下我的成名作《曼珠沙华》，夜上海最令人望而生畏的神枪手李安欢，百发百中。还百发百中，我让你开不出一枪，